一开始来关心昨昏请辞的民众党主席郭文哲，即马交保在外，也毋过北检不服提出控告，昨暗北检控告成功。高院即马是撤销原裁定发回更审。高院是认为讲，虽讲即个案已经起诉，也毋过4个被告也是有串口径的疑虑，所以撤销交保的裁定。台北地方法院伫今仔日就会调开第2亚庭。也毋过民众党是批评讲，到底是有甚物款步数会当去串口径，拢无讲，无法度理解，也强调因会全力维护郭文哲的清白。北检就提出抗告了，会不会担心？牵涉建华城背后的民众党主席郭文哲，昨正式向中央委员会请辞。外界直咧注意北检第2遍提控告，其中声明讲郭文哲等人交保在外，竟然影响重要证人的定罪。像蔡壁如改变讲法就是其中一例。当真相还在穿鞋的时候，这个谎言已经跑遍了全世界。检调又要提抗告，那在侦查这件事情，我想我就不多发言。北院裁定4个人增加保释金、挂电子卡条，除了日常生活加工作所必须以外，禁止接触共案被告加证人。高院昨8点外撤销原裁定，发回经裁。依照即卖科技发达，会当用网络秘密通讯，稳备性正悬，无容易发觉的实况来判断。郭文哲等4个人保释在外了后，正容易用通讯软体进行稳备通讯，甲共犯或者是证人交传。北院无具体说明防止交传的方法。民众党对高院发回经裁表示痛心加不解，认为郭文哲已经提悬保释金到事务净利7000万，并且执行科技设备监控，到底有甚么国在被羁押的理由？将会全力支持郭文哲捍卫伊的清白。因为北院是按算伫今仔日传唤被告开庭。公司新闻采访报道。